澳門緬華總會4月6日下午3時在三盞燈圓營地舉行澳緬同心，心手相連，為緬甸328地震祈福活動。多名居澳緬甸華僑及在澳工作的緬甸外僱等參與。總會會長洪金樂表示，緬甸第2大城市曼德勒是此次地震重災區之一，災後餘震持續不斷，傷亡數字恐進一步上升。該會特組織是次活動，邀請緬甸高僧駐場誦經，為遇難者超度，為傷者祈福，願逝者安息，傷員早日康復，並期盼災區民眾盡快重建家園。總會許多會員生於緬甸，長於緬甸，對故土懷有深厚感情。此次震災中，不少會員及緬籍外僱的親友身處災區，但因交通阻斷難以返鄉援助。透過參與祈福，眾人得以表達對家鄉的牽掛與支持。總會常務副會長蘇慶輝指出，地震發生後，總會迅速透過多方管道籌集善款及緊急救援物資，並已送抵災區。他強調，互助會將持續關注災後需求，透過不同渠道提供適切援助，發揚緬華一家的團結精神。期間，眾人在許願牆上寫下祝福，祈緬甸同胞早日渡過難關。